去得賭錢，邊個會唔係想贏錢？相信不論係唔係以博彩者嘅身份去考慮，都一樣會認同。贏錢亦確實係賭博嘅一大動機。即使博彩者追求贏錢嘅程度唔同，博彩者都會願意投放時間發掘、研究收益最大化嘅策略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不論用咩方法，為求目的都會想要贏多啲錢帶走。唔少博彩參與者都會醉心於鑽研五花八門嘅投注策略，利用調整投注金額或者決定，期望可以爭取喺賭局內捕捉多一絲嘅勝算，令博彩者從中產生對賭博結果有掌控感嘅錯覺。然而，每個賭局都係獨立嘅隨機事件，冇人知幾時會贏，又或者幾時會輸。有人話贏要谷，輸要縮，但其實即使可以連贏10局，都唔會令下一局嘅勝算增加。谷完之後，反而係更大機會輸得多。假如輸錢之後產生壓力，最好嘅方法係先考慮一下，如果再繼續輸落去會出現嘅後果，從當下眼前被迫追數嘅焦慮中抽離，及時止損離場。雖然賭局嘅結果無法被預知，亦無法被影響，但只要博彩者參與，喺經精密設計嘅賭局內，參與者就必然受賭場優勢所限制，投注金額只會影響喺重複參與賭局嘅情況下金錢損失嘅總額，而近乎冇可能達到贏錢。呢個就係長賭必輸嘅真相。